咱们回青云吧。小凡哥哥，都折腾这么久了，你和雪琪姐也都受了伤，不如先回于都休息吧。是啊，李寻他们正在找玄火箭，已经没有那个机会在于都作威作福了。正好趁这个机会，我们把于都整顿一下。你先回去吧，我要先回青云。有一些事情，我要向师尊当面问清。小凡，你从满月井回来，整个人都不大对劲，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没什么，以后有机会再告诉你。好吧，帮我照顾好雪琪。雪琪，等弄好于都的事情，我就回青云门找你。等你回了于都再说吧。是啊，你还是先回于都好好待着吧。小凡，我们走。走了。雪琪，保重。哎，记得想我啊。掌门师兄，雪琪已经找到张小凡了，他们二人正在回青云的路上。张小凡回来，我们便可得知丢失那2卷天书的原委。我相信，对照萧逸才师侄所说的情况，金羽的事情便可搞得一清二楚了。此事还是先搁置一时。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派人前往东海流波山，查清楚魔教的动向。师兄，现在魔教有什么动作？于都一战之后，魔教各派纷纷从各地冒出，近日更有数十个修仙正派被魔教妖人所灭，一时天下大震。前日天音阁更是探出，魔教正有大批人物前往东海流波山聚集，大张旗鼓，据说是要寻找神兽魁牛，以复活兽神，需正派同道前去支援。之前，鬼王宗在万福古窟中已经抓走了黑水玄蛇，如今又去抓魁牛，只是不知复活这兽神还需要什么条件。据目前所知，鬼王宗所需的是天书、神兽，还有玄火箭。魔教800年后重新崛起，如今声势大振，兴许他们的计划正在进行当中。我看，我们是不能再等了。师兄，我会尽快派得力的弟子前往支援。七脉会晤之后，派出精英弟子前往，本为历练，可结果却是万福古窟丢失了天书，而定海庄天书又被鬼王所得。如今又因为玄火箭跟焚香谷失和，后一辈弟子始终是难以胜任的。而林惊羽现在又武功尽废，我们失去了一名主力。据说此次魔教精英尽出，所以我想劳烦你们3位亲自前往一趟。掌门师兄，既然如此，我看不如让张小凡跟陆雪琪在流波山与我们会合，也算是将功折罪吧。半路会合，该不会是有人想要和自己的徒弟串供吧？苍松师兄啊，你是不是未免也太多心了？我们师徒向来是实在人，不会什么弯弯绕。若是张小凡真的有什么过错，我这做师傅的绝不包庇。林惊羽出事，曾叔叔不归，陆雪琪上次回来还受了伤，真不知道小凡那边如何。真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难怪掌门师兄不再放心让小辈们下山了。嗨，下山也是想让他们历练历练。这人呐，就得吃点苦，受点罪，才能有所长进呢。放心吧。陆师侄不是说过吗？咱们家老七现在这功法呀，那是今非昔比啊！还怎么说来着？
哦，这个意志啊是坚韧不屈。我看陆雪琪这个性子的人都这么夸老七，那他是不会夸口的。就是因为他性格坚韧不屈，所以我才担心他过于倔强，不知变通。否则，怎么会得罪焚香谷的人呢？嗨，多半是因为于都城主之位被咱们青云的曾叔叔得了去，所以这焚香谷的人呢才会迁怒于此。放心吧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咱们即使得罪了他们，大家同为名门正派，不会因为一个弟子的事儿啊撕破脸面打起来。哎，你说的倒是轻松，那要是真打起来该怎么办呢？上回给小凡送信，就是怕他回来会像林惊羽那样，真没想到这麻烦是越来越多。我看你要不把他带回来吧，至少有我们护着他，总不至于让他受委屈吧？那咱们就把老七带回来，以后啊，咱们就盯紧了他。即使老七惹了什么天大的祸，有你我呀，咱们给顶着。来，师傅啊，师傅，师娘，师傅，带我们一块去流波山吧。是啊，掌门已经派萧逸才调派了一些弟子去了，你们呢就不必去了。师傅，这次去的大多是通天峰和龙首峰弟子，就连水月师叔那儿都带了几个人过去，就我们这儿连一个名额都没有，他们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啊，师傅，再不济咱们也能帮您列阵，摇喊助威啊！老六，你看看你那个样子，你还摇喊助威啊？哎呀，连齐浩跟萧逸才都没去，你们就别去添乱了。师傅，他们两个是帮着掌门打理门中事务，无暇顾及，我们没事啊。大师兄整日带着我们苦修磨练，连个历练的机会都没有。师傅，空口白话，纸上谈兵，这可不是您教我们的。师傅，我知道很多正派人士不远千里赶去流波山，还不是为了消灭妖人，天下太平。这义字当前，我们大珠峰怎能落于人后，袖手旁观呢？大人，你素来稳重内向，这次却如此的心急火燎，是不是文敏师侄也要去啊？师娘，师娘英明。师傅，您不用都带大竹峰的去，就带我们仨就行。您想啊，这一路上有苍松师伯，还有水月师叔，他们冷冰冰、刻板板的，该多闷啊！乱讲，这话可不能让他们听见，否则要给你们师傅惹麻烦的。哦，哎，不会的，师娘，师娘放心，我们不会惹麻烦的。师傅，就带我们去吧。是啊，就带我们去吧。这一路上，我们还给师傅解决麻烦呢。师傅，您说是不是啊？行了，你们别东一句西一句了啊！这嗡嗡的呀，我脑袋都大了。带你们去。谢谢师傅。哎呀，没事，放心吧，夫人。好好给师傅安。即使带他们几个去，师兄啊也不会说什么的。再说，他们这么一嗡嗡，兴许能把苍松那脑袋给嗡嗡大喽。到时候啊，他们就忘了盯着老七了。师傅师娘请放心，徒儿一定谨遵师傅教诲。我们一定把苍松师伯嗡嗡的头大如斗，见了咱家小凡避之不及。使劲儿的嗡嗡。是。哎，怎么了，师傅？灵儿呢？又上齐浩那儿去了吧？流波山入海7000里，乃世间极东之处，偏僻之极。听掌门师尊讲，魔教聚集在那里，必是居心叵测，凶险万分。正是因为危险，我才要去啊！师兄，七脉比试没有胜出，下山历练也没有我的份儿。我也是青云子弟呀，成日待在山上又有什么意思啊？灵儿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等有机会，我带你一起下山。再等等。哎呀，我不想再等了。说实话，我真的很担心小凡。从他第一天来到我们大竹峰，
可怜兮兮地站在我们面前。我就想，从此以后，他就是我的小师弟，我要保护他，不让他被人欺负。这么多年，我们一起长大，就好像家人一样。看似我在护着他，其实很多时候，都是他在维护我，替我挨骂受罚。还记得上一次，我偷偷把第3层功法传给他，害他被我爹打成重伤，他也没有说出是我所为，也没有怪过我，还替我向爹求情，成全我们。他向你爹求情？小凡真的是个很好的人，他这样的性格，闷不吭声的，很多委屈都自己受，肯定吃了不少苦。我娘说小凡的情况堪忧，这一次我一定要去帮他。好吧，我替你向萧师兄求情，准你前往流波山。真的？师兄你同意了？只可惜，师尊有令，我不能陪你一起下山。等你带张师弟回来，我再多谢他的促和之情吧。我会快去看回的。我已经向师尊提过，等此间事了，我便向你爹求亲。灵儿，我等你回来。鬼王智计无双，恐怕还有不知。你此去啊，一定要多加小心。好。师伯，师兄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你都听到了？师伯，请准我前往流波山。师伯，就让我和田师叔一起去吧。一来我担心小凡，二来我一直觉得兽人必有内情。就让我和小凡把这件事情查清楚吧。青羽，你现在一经洗髓，功法还需要重新修炼，而且身受魔血不白之时，现在就要离开青云的话，对你只有百害而无一利。可是，你的田师叔一定会照顾好张小凡，不会让他像你一样身受不白之躯，而且修炼功法。最重要的就是心无旁骛，不受外物所干扰。景宇，安心修炼，静待时机。是，师伯。一路看你闷闷不乐的样子，可有心事？你跟碧瑶斩断前缘，想必有你的缘由，我也不想多问。只是前些日子，你说你不想回师门，而如今却改变了想法，为什么？师姐，如果我死了，会有人为我难过吗？当然会。金羽、叔叔、小环，我，还有碧瑶。
你知道他对你的情谊。如果迟早要分开，不如早点断了念想，以免彼此牵挂。我这一次之所以要回师门，是因为我有太多的东西想不通，过去的、未来的，就像是一团迷雾。也许这就是我反反复复纠结的命运吧。其实，我也有这种感觉。你就像一个漩涡，只要与你相识的人，都会陷入其中。你说的对。如果碧瑶可以远远的离开我，或许她就可以在鬼王宗生活的无忧无虑。靖宇呢？他回师门怎么样了？师姐，靖宇不会出事了吧？靖宇变成兽人，被废武功，险些逐出师门。靖宇怎么可能是兽人呢？他一定是被人陷害的。我知道，他肯定是被陷害的。你不用担心，他现在没有性命之忧。田师伯已将他送入祖师祠堂万世伯那里，为他洗髓易经，重修功法了。倒是你，尽快查出真相，为他还一个清白。我跟靖宇在定海庄分开的时候，他并无异常。难道这个兽人已经潜入了青云？难怪10年不让我回山了，也是怕我被别人陷害。你是说，师门有内奸？在七脉会晤之后，我跟靖宇被兽人所袭击。再去定海山庄的时候，他又出现了。靖宇也在场，一定是他发现了什么破绽。所以，那兽人想借掌门之手，杀靖宇灭口。魔教齐聚流波山，我与苍松、田不易已率领弟子前往，尔等即刻前往会合。小帆，你看到？给。你难过的时候，我比你还难受。原来当年在洞里的是你。终于找到你了，劝你别做无谓的抵抗，识趣的，乖乖把玄火剑交出来，我便不计前嫌，饶你一条性命。哼。就凭你和这群废物！不过正好，小池镇的事我还没有跟你们算账呢，你们倒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李公子，河阳一别，别来无恙。秦无言，你敢朝我们下毒？有何不敢？怎么，你是要带着你的师弟们回焚香谷？还是留下来叙叙旧啊？这笔账咱们改日再算。走。
一群胆小鼠辈。你跟着我多久了？说呀！从小池镇出来，便一直跟随在侧。为什么不杀了李寻？我被张小凡所伤，哪怕是下毒，也恐怕以一敌多，并无胜算，反而会连累了你。你借我失忆之后，逼我杀了张小凡，就不怕我记起之后会杀了你？想过。打从我记事起就在赌，赌生死，赌运气，赌命。你跟张小凡，明知道正魔之间有道不可逾越的屏障，注定分离。这，就是你们的命。我们的事与你何干？人都是自私惜命的，可你忘了过往，却还是会奋不顾身的去救他，而他宁可被你误会挫伤，却也不想伤害你半分。我很想知道，你们之间究竟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？我的命不靠赌，是靠自己争取。秦无言，看在青龙大哥的面子上，我不会杀你，但你最好不要在我面前耍花招。不敢，以后我还要多仰仗你爹，还有鬼王宗呢。我已经拿到玄火剑了。我知道了，既然已经拿到了，那这就启程吧。你爹传来讯息，让我们前往流波山。外公，让您久等了。小环已经平安的回来了，只可惜我始终未能拿回玄火剑来救您。哎呀，李寻骗你的啦！打起精神来，把余都打理好，让城里的百姓都安居乐业，这才是魏爷爷想看到的。我知道，我不会再执着什么复生之术了，我会好好治理余都，然后等雪琪和小凡他们回来。努力啊，少城主。小环大人，经历了小池镇这件事，你好像长大了不少嘛。以前跟着爷爷四处流浪，心里也从没有把哪儿当作是自己的家乡。可是这一次，看到魏爷爷为了余都的安危，化身石像，看到六尾和三尾姐姐还有石头，为了小池镇的族人们，不惜拼上性命，我才知道，原来保护自己的家乡那么重要。以后你也要像他们一样，好好的守卫余都。余都也是你的家乡，我们一起好好守护它。嗯，我们不会让外公失望的。张小凡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你能来，我就不能来。少废话！昨日那妖女也在这儿，依我看，你们是串通好了的吧？陆师妹，你偏袒你的师弟，竟然连黑白都不分了。是黑是白，我分得很清楚。魏碧瑶毫无关系，根本不知道他来过这里。哼，昨日他来，今日你来，世间哪有这么巧的事？你与那魔教妖女设计圈套，还想蒙我？张小凡，你在黑洞阻止我降魔的法术，你可知该当何罪？上官前辈，我青云的几位师长正在赶来的路上，有任何疑问，请您向他们讨教。放肆！小小徒儿，竟然口出狂言！今天就要替青云门教训你们两个目无长辈的狂徒！
姐姐回来了，姐妹们都很想你的。我也很想你们。来，这位呢是留守在逍遥剑总坛的姐妹阿成。逍遥剑如今也回不去了，所以我就把她带来了这里。以后就让她留在绣房吧。自家姐妹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的。多谢丁玲姐，多谢门主。以前的种种呢，俱是前尘往事。以后在这儿就别再提什么门主还有合欢派了，你就跟着丁玲，做回一个普通平凡的女子吧。好，姐姐，如今的于都城主已经是曾叔叔了，他不会为难我们的。姐姐不考虑留下吗？以如今的正魔之势，我留下来只会给你们还有城主添麻烦。不过不必为我担心，我自有去处。丁玲姐，胃太灵药冲好了。趁热喝吧，暖暖胃。灵儿，你怎么了？这些日子单子很多，丁玲姐特别辛苦，忙得都顾不上吃饭。好嘞，您慢走。我来了。哟，丁老板，您可有日子没来了。今儿您是存还是取啊？我来取银两的。得嘞。这位是我们绣房新来的阿成，是我自家特别信得过的姐妹。以后这取银两的事情啊，就由她来办了。银钱的事情我还不是很熟悉，以后就劳烦您多关照了。哎呦，阿成姑娘一看就是聪慧的人，5、8钱柜，百文起存，童叟无欺。您要是有多余的银钱呢，大可以存在我这儿，保证安全。这么卖力的工作，下次我碰到你们老板，一定给你加工钱。得嘞，谢谢您了。您说的话我可当真了。刚回来还没有喘口气，就要赶往流波山啊！没办法，那师门叫我过去啊。这魔教也不消停点儿，都是人命啊，杀来杀去的。除了加深仇怨，还能干嘛？叔叔，仇恨是永无止境的。你若放不下，就会把人这一生只有一次的宝贵生命就搁在复仇上，循环往复，无休无止。周老爷子，不是我放不下，是这魔教放不下，正道也放不下。此次流波山肯定又是一场血战。你之前在小池镇受的内伤还没有好全呢，能不能不要去了？那怎么能行呢？小凡和雪琪都去了。我怎么能置身事外呢？哎，你错了。你想过没有？你不光是青云弟子，你还是于都城主。上次你离开，搞得城内事务堆积，人心惶惶。你此次再走，万一出了事，你不光要为师门负责，还得为数十万平民百姓想想啊！不是，再加上，你现在啊，伤势未愈，你赶过去也帮不上什么忙，你就别再逞能了。自上次青云大战，这魔教已逾100年，蛰伏了这么久，突然聚集在流波山，没那么简单。我劝你啊，静观其变，到时候再说，啊。你干什么？周老爷子，你好像对魔教很了解，你跟我说说呗。那当然，你忘了我是谁呀？周一仙啊！我才高9斗，学富6车，天下事哪有我不知道的呀？但是我现在很忙，不便多讲。你再好好劝劝他啊，好好养伤，记住了，哪儿都不许去啊！去。周爷爷说话怎么说一半藏一半啊？算了，不管了，我先去河渠了，其他事情交给你了。家里管家在同城找到愿意来家里打扫做饭的帮佣，一会儿我带他去集市上买点家用。过来。哎。
你都会些什么呀？少城主，我会买菜做饭、打扫洗衣服，总之照顾人的家务活我全都会做的。还挺厉害。行，那你听小环的安排就行了。是。过来。上次找周老爷子借钱购置兵器的钱还没还呢，这次你的钱从哪儿来的？我之前走江湖的时候收藏了一些小玩意儿，现在也不出去了，我就放到郑这那里售卖。哎，这样卖了不少钱呢。放心吧，够咱们用一阵子了。小环，哎，不要跟我客气啊，不然就生分了。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和爷爷当自己的家人？家人，当然，爱死你们了。青龙大哥，碧瑶，你快进去和你爹打个招呼吧，他可一直挂念着你呢。嗯。大哥，别来无恙吧？我很好，就是很挂念你和碧瑶。之前于都城中为敌，现在是化干戈为玉帛了，差点就为玉帛了。只可惜。他想起了过去，还差点杀了我。你是万毒门的人，而且又是奉宗主之命行事，碧瑶他知道分寸，最多也就是打你一顿泄愤吧。哼，大哥倒是了解他。我看着碧瑶长大的，情同兄妹，而你是我最关心的小兄弟。若是你能留在鬼王宗，也好过在那个万毒门，整天勾心斗角，备受折磨。一朝入万毒门，哪里还脱得了身啊？况且，正因为我是毒公子，鬼王才会利用我。若我什么都不是，他还能高看我一眼，同意碧瑶与我一起去找玄火剑，定是早早就把你给派过去了。无言，有的时候太过聪明通透，反而不好。我当然知道这个道理，只是这段时间跟碧瑶相处久了，像是被她给传染了。不想总戴着一张面具，偶尔也想过得随性些。你对碧瑶，别担心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也不会像他跟张小凡那样作茧自缚，明知不可为，还自讨苦吃。没想到张小凡和碧瑶的缘分，竟然连封存记忆都斩断不了。也许这就是天意了。天意之事，谁说得准呢？走一步算一步吧。好久没跟大哥一起喝酒了，怎么样？鬼王宗可有好酒？早就备好3日醉，就等你来了。还等什么？走吧。爹，想不到你竟然会抽取禁锢我的记忆。你与张小凡注定无缘，不如早些断绝，忘记的好。那你能忘记娘吗？你能忘记和娘相关的一切记忆吗？若能让你娘如今还幸福地活着，一切的代价我都愿意承受，哪怕是跟她分离，或者是被迫要她忘记。小凡不告诉我满月镜所见，难道是因为他看到自己时日无多？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，就是没能在你娘在世的时候好好的与她相守，还让她为我受了不少的苦楚。你是我们唯一的女儿，秉性又最像你娘。爹是不想让你重蹈覆辙，为情所困，甚至丢了性命。爹，你知道吗？在那个黑洞里，娘曾经说过，她不后悔。小时候我不懂，
现在我明白了，如果我是娘，能与所爱之人相守，哪怕只是短短的几年，那也是值得付出生命的代价。若是相爱，即便是一天、一刻，哪怕只是一瞬，那也是一世，也会成为永恒。如果就这么浑浑噩噩的过一辈子，从未尝过何为情爱，那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一瞬，一生。小池镇一行，碧瑶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吧？这倒没有，幸亏碧瑶的帮忙，我才拿到了玄火剑。那玄火剑呢？在碧瑶手里。怎么，宗主方才没问他要吗？反正已经到了鬼王宗手上，他不急着要了，先放在他那儿吧。我是担心碧瑶恢复记忆以后，若再遇上张小凡，怕是又会被他所蒙骗，把玄火剑交给他。张小凡要想得到玄火剑，还有其他很多机会，不一定非要从碧瑶手上拿。再说，即便是把玄火剑给他了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宗主此言是何意？既然无法禁锢碧瑶对这小子的情谊，倒不如把他招到鬼王宗来，成全他跟碧瑶，岂不是两全其美吗？你爹也是怕你伤心难过，才出此下策。我知道他是为我好，可是他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我险些杀了张小凡，杀了我最心爱的人，这样也算是为我好？我们总舵行事，向来只求结果，若能一了百了，倒是件好事。我都难过死了，你还在这里开我玩笑。你也知道青龙大哥向来不会哄人，其实你能想起来，我也是非常意外的。那顾梦萍可是我们总舵的法宝啊！你能冲破法宝，找回自己的记忆，你和张小凡的牵绊究竟有多深？哎，你回来了，那张小凡呢？提起他我就生气。本来说的好好的，可是不知道在满月井里他看到了什么，整个人都变了，对我视若无睹。满月井是什么？是小池镇外的一口灵泉之井。据说满月时分，从井口望下去，就能看到自己最心爱的人，或者事物，或是得偿所愿。可是不知道张小凡那天从井口望到了什么，他突然流露出那种恐惧的眼神。他是连死都不怕的人，那种眼神，我从来都没有见过。好像他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，或许会有性命危险。不过是一口井而已，能看到什么呀？你想多了。你不了解他，他这个人又蠢又笨，凡事都要为身边的人考虑，怕拖累到朋友、兄弟，还有我。他一直不告诉我满月井里到底看到了什么，一定有蹊跷。或许他和我爹想的一样，怕我以后会伤心难过，所以才会逼我离开他。连死都不怕的人，会畏惧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一直都在想这个问题，总觉得不对劲儿。你呀，就别胡思乱想了。这样吧，等他来了，我帮你想办法查个清楚。青龙大哥，你真的愿意帮我啊？看你牵肠挂肚、忐忑不安的样子，那小子可以视若无睹，我这大哥啊，可是做不到。
不愿意也得愿意了。青龙大哥，还是你疼我。鬼王宗就在那儿，想必再过几日，正道各派齐聚以后，将会有一场血战。你可想好了？当然，不管怎么样，正派之间也不能互相残杀。师傅他们要来了，我们先回去等候吧。师姐先回去吧，我担心路上再遇到焚香谷的人，又会引起纷争。等天黑了，我自然会回去。既然问心无愧，何不正大光明去面对？这一路虽然说是问心无愧，但确实给师门添了不少麻烦。能少一事，就少一事吧。好，那你注意安全，记得早点回来。一念成执着，沧海变荒漠，轮回中，我像飞鸟经过，记忆中停泊，点一盏烛火，那微光能否照亮寂寞？听雨声滴落，看花开。寂寞，谈昨日怎么只剩轮廓？难断的。